来看宜安县的南阳大桥边啊，有一座旧的铁公路桥哦，因为安全有疑虑，县政府公告要废止历史建筑文字的成分，未来恐惊就要拆掉。公民团体按算20号要去提起诉愿，嘛拍算要向文化部来提报告职。 对文书工作者的脚步来行，会当看到南阳大桥边啊，有一座宜兰露水伫水工司准工纪念碑。南阳大桥的石刻地啊，文化古迹，包括大桥边的铁公路桥。但是最近这铁公路桥，红认为讲有冲毁，会去影响到公共安全的危险。经过文书审议，和县政府公告废止历史建筑的成分。他现在废止的这个一个程序，第一个理由很荒谬，第二个他的程序是有瑕疵嘛。 宜兰县文化协会第20会针对县政府的废止公告来提出诉愿，而且发起联署。目前已经有对县内外内的25个团体，和超过500个关心宜兰文化的朋友联署来响应，希望抢救铁公路桥第20批天，嘛伫南阳大桥做文化导览。就是我们如果有接到文化部的相关的函文，那我们会依那个文化部的规定，在期限内提出答辩。县政府强调讲，铁公路桥废止的过程拢是照文字法来办理，程序真完备。文字审议会嘛有委员是考虑在地居民的情感，要求铁道局和公路局伫公共安全的前提之下，保留1个到2个桥墩。不过有环保团体17到县政府找民众做伙来投入，向县政府提报铁公路桥是历史古迹的工课。咱刷落来吼，嘛会伫网络面顶公布这个提报表的这个内容，欢迎各位关心的公民会当做伙来提报。环保团体表示讲，这座桥是台湾第一座公路和铁路共构的桥，会使讲是东部交通现代化的代表，嘛有讲定稀有性这价值。另外，当地更有228纪念碑这重要遗址，因认为讲绝对有登录做古迹的必要性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